上一條片呢，我哋睇過一個2000尺嘅大平層單位，今次就同大家再升級，參觀富豪山峰入邊一個頂層嘅特色單位，真正嘅空中皇宮。當你一打開大門，望出去就係成片翠綠嘅山景，加上開揚遼闊嘅天際線，感覺非常之舒服，好似同市區隔開咗咁。呢種住喺高位、視野遼闊嘅感覺，其實真係令人幾放鬆。單位嘅實用面積係3046尺，空間感非常出眾。全屋都係採用4房4套嘅設計，每位家庭成員都可以擁有自己獨立嘅私人空間。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，一定係呢個大橫廳嘅設計，空間感十足。無論你平時想約朋友上嚟坐下，定係一家人坐喺度食飯傾下偈，甚至招呼上20-30人嘅親朋好友喺度開個小型聚會，呢個空間都絕對足夠應付。客廳呢就連接一個534尺嘅平台，將室內嘅空間自然咁延伸出去。平時無論你坐喺度飲杯咖啡，定黃昏坐喺度放鬆下，都可以隨時呼吸山上嘅清新空氣，感覺非常之舒服。客廳旁邊呢就連接一個寬敞嘅廚房，設計同設備都相當講究。入口設有一個開放式嘅吧台，日常用餐或者一啲小聚會嘅時候，用起上嚟就非常方便啦。入邊呢就係緊廚連工人套房嘅設計，動線清晰，亦都好實用。無論日常煮嘢食呢，定係招呼朋友，都可以輕鬆應付。沿住一個好通透嘅樓梯行上嚟，就到咗寢區。呢一層一共設有4間套房，每個房間都相當闊落。而所有嘅房間呢，都係套房嘅設計，各自都配備獨立嘅洗手間，私隱度同舒適度都兼顧得好好。而且每間房間呢，都會俾翠綠嘅山景包圍住，感覺特別舒服。而主人套房嘅空間呢，相對呢就更加闊落，旁邊呢仲已經配備好一個獨立嘅衣帽間位置，景觀呢亦都更加出色。每日一打開眼就望到一個咁靚嘅山景，其實心情都會特別放鬆。嚟到最後一個加分位，就係單位呢內設咗一個1289尺嘅私人天台，視野非常之開揚，幾乎係完全冇遮擋。企喺呢度，好似連呼吸都變得特別暢順，空氣清新之餘，仲帶住山林嘅氣息，成個人都會不自然咁樣放鬆落嚟。呢種感覺真係要親身嚟感受一下先會明白。